学贵学校白话字课本儿童故事册第一册陈光辉编著第9篇有在看的。阿文得倒来的时，看到树骹卖果子的无人伫遐，伊甲人摕一粒芭乐，妈妈问伊：什么人芭乐互你？无人在看我，就甲摕。有人在看。什么人在看？上帝在看。有树仔惹咧，上帝看袂着啦。上帝拢有看见。你伫倒位甲人摕来去甲因找毋着？阿文带妈妈去甲卖果子的找毋着。后来大家真欢喜。上帝逐项知，看到咱心内。